弟兄姊妹，大家已經喺今朝嘅主日報告嗰度咧，知道咗我哋有一個新嘅 channel，就係 Light Talk Light Walk。咁無論你係乜嘢年紀，你有幾忙碌，我哋都希望藉着呢一個新 channel，讓大家可以贖回光陰，喺你嘅好忙碌裏邊去擠出時間，去睇下呢啲短片，聽下呢啲信息，盼望讓每一位弟兄姊妹咧都能夠好豐盛嘅結出果子，將榮耀歸俾神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就想介紹下呢個獎勵計劃，有兩方面嘅，一個係個人嘅背經，另一個咧就係小組嘅計劃。如果你係參加個人背經嘅話，只要喺未來呢半年，你有其中一個階段係連續6個星期背嗰6節路加福音嘅聖經，而達到一般嘅評級，你就可以得獎㗎啦。咁至於如果你係參加小組嘅計劃嘅話咧，我哋有3種套餐俾你揀嘅。第一種就係你喺未來半年裏邊喺我哋任何一個節目你中意睇嘅，你哋小組就可以一齊睇，然後係有4次嘅小組分享，咁就 OK 㗎啦。好啦，第二種套餐就多少少挑戰，除咗4次小組分享，並且係每個禮拜背1節聖經，一共路加福音係24週24節，然後分4個階段去作評估，達到一般嘅評級就 OK 啦。而第3個套餐咧，再多少少挑戰咯，就係除咗小組分享、小組背經，喺未來半年你哋有4次出隊去傳福音。開始嘅時候可以好簡單㗎，你哋例如成個小組咧去快餐店嗰度一齊食下嘢，一邊食嘢一邊分享。個個都靈裡飽足啦，咁跟住最尾走嘅時候，順便出去派幾張福音單張就 OK 啦。我哋會每6個星期咧有1次嘅背經評估㗎，讓大家去溫習過去嗰6節聖經，只要達到一般評級就 OK 啦。乜嘢叫做一般評級咧？就係你背到甩甩咳咳都唔緊要。就算要早完提水都唔緊要，着重嘅係你只要肯堅持背，就能夠達到一般評級。因為神看重嘅係你嘅心，同埋最重要係嗰個背經嘅過程。如果你係參加呢個背經計劃嘅話，記得同時攞一本咀嚼路加福音嘅冊子，因為裏邊又會有背經紙，方便你隨身攜帶，可以隨時嘅溫習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有一段短片教大家點樣用 Google Form 報名嘅，大家留意啊！而家我哋去片。Light Talk Light Walk 報名指引。明明上 YouTube 自己睇片都得，點解需要報名呢？有以下3種原因。第一，為咗讓大家定時喺 WhatsApp Community 簡稱社群收到廣播提示。第二，參加唔同嘅獎勵計劃，鼓勵大家揾多1至3位弟兄姊妹組隊參加，彼此鼓勵。第三，有啲聖徒慣用實體嘅工具幫助追求，無論你係用個人方式定係小組方式參加，都可以索取紙本版嘅咀嚼路加福音冊子。而家可以跟住以下嘅示範去填寫報名表啦。Light Talk Light Walk 共有3個節目去選擇，你可同時睇晒或者揀其中一個節目都得㗎。如果明白嘅話，請剔一下表示。有關獎勵計劃嘅詳細內容，請參考呢幅圖。如果明白嘅話，請剔一下表示。之後請選擇你係以個人定係小組方式去報名。若果係個人嘅，請按下一頁。之後跟住其餘嘅問題填寫自己嘅個人資料就可以㗎喇。如果想參加個人背經計劃，請喺第8題剔。半年之後你就會收到完成進度嘅 Google Form，大會會按照你嘅背經情況給予獎勵嘅。
若果係以小組方式報名，只需由組長填寫報名表就得㗎啦。請組長喺第一題剔我是組長，代表所屬小組報名，之後按下一頁繼續填寫。咁組長需要做啲咩呢？好簡單，組長需要做4件事。第一，為全組組員填寫報名表。第2至第6題只需填組長嘅資料就可以㗎啦。第2，組長要與組員開 WhatsApp 群組。我哋會加組長入 WhatsApp Community， 即係社群，定時去發放 YouTube 連結俾組長。而組長呢，就需要轉寄返自己嘅組員啦。請放心，呢個 WhatsApp 社群嘅設定單純係為廣播資訊，大家係唔會睇到其他人嘅聯絡電話，亦都唔會有對話㗎。第3，組長需要分派紙本版嘅咀嚼路加福音冊子俾組員，請按自己組嘅情況填寫所需嘅數量，遲啲喺社群裏面就會收到通知。組長就可以到分區執事室嚟到索取，再分派俾自己嘅組員。第4，為全組填寫進度表。喺半年之後，組長會收到完成進度嘅 Google Form， 大會將會按照你同埋你組員嘅情況給予獎勵。如果想參與獎勵計劃，請喺第8題剔計劃 B 小組同行。至於日後可以獲得邊一款嘅獎勵，就視乎該組嘅組員往後嘅進度啦。請組長們注意啊！如果要參加獎勵計劃，必須喺第9題填寫所有組員嘅名同埋分區。舉例，如果你個組有另外2位組員，你就填上1陳大文尖沙咀，2李明恩沙田，之後按提交就完成㗎啦。謝謝大家報名參與，願主祝福你哋，半年內勇奪寶石。